来看台湾平均5,000个到6,000个孩儿，通常会有一个囡仔小耳症。目前小耳症的患者会当透过外耳中间耳道手术、助听器等办法来改善听力。外观嘛会当有真明显的改善，互患者会当来恢复自信心。当下他看到我戴的那个镜，然后还有那个帽子、防护衣。我儿子出来以后没有哭、没有吵、没有喊，都很勇敢。想起家己的囡仔勇敢面对手术，要是会流目屎，先生出事的时，医师就讲伊有小耳症，半边小面等面型各样的病症。伫接受手术进前，先生常常因为外形受到无友善的对待。伫去年，先生完成外耳中间手术，一开始有新的人生，比较乐观，比较开心。他会觉得说，他终于和其他小孩一样了，然后他穿衣服啊。会去照镜子，对，很自信。就算面对镜头，先生也是袂惊七分，是真活泼有自信的囡仔。但是医师表示，因为目前人工外耳的材质硬度甲天然的耳仔也是有无同。若是家长囡仔对此有疑虑，就可能无适合做外耳中间手术，要是有其他的方案会使选择，同款会使改善听力。它有一个限制，就是我们没有办法做出一个软的耳朵，所以这个耳朵虽然在形态上。可以很好，但是它没有办法是一个软的。是不是你的职业的生涯有什么特别的考虑？极端的讲好了，如果到选手，那你适不适合做外耳重建呢？也许都不适合。听力也可以透过耳道重建或者是助听器的植入得到改善。伫亚洲，大概每5,000到6,000个红婴仔就有一个小耳症。医师表示，台湾逐年嘛有30到40个小耳症的囡仔出世。台湾医疗发达，面对小耳症，上重要的是选择上适合家己的方式。记者郭文婷随台北报道。